經歷重大災難事情對每一個人嚟講都係太突然、太沉重。如果你覺得害怕、疲倦、心痛，呢啲都係好正常。任何人遇到呢一啲嘅情況都會難以承受。如果你想為呢件事件中受影響嘅人送上祝福，歡迎你進行一次靜觀冥想。而家你可以去揾一個讓你可以稍微停落嚟嘅地方，你可以坐喺度，可以輕輕靠住牆，感受你坐住又或者挨住嘅地方，讓身體被好好承托住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雙腳，感受地面嘅支撐，提醒自己，我而家好安全。呢一刻，你只需要讓自己安靜一啲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繼續自然呼吸，放鬆全身嘅肌肉，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而家喺心裏邊同自己講，呢一刻我係安全嘅，我係平安嘅，我嘅力量慢慢凝聚，我可以做一啲嘢幫助有需要嘅人。而家請你觀賞事件中讓你感到最深刻嘅畫面，好似睇住手機屏幕，又或者坐喺電視前邊睇住咁樣。嘗試將音量較低，直至只有畫面。而家請觀賞有一個光球進入屏幕，光球散射出無數個小光球，分散並且進入每一個單位。光球會保護每一個受驚嚇嘅靈魂，協助仍然生存嘅人被發現同埋獲救。光球包裹住每一個喺火場裏邊嘅靈魂，邀請佢哋平安咁進入光球，對佢哋講：你已經平安啦，請進入光球，佢會帶你離開呢一度。你睇見光球離開每一個單位，願奇蹟出現，願逝者安息。畫面轉到去醫院，睇見醫護人員喺度搶救傷者，光球再次出現，包裹住每一個正係昏迷又或者痛苦掙扎之中嘅人，讓佢哋嘅身體獲得最適切嘅修復。而家你已經付出過努力去協助苦難中嘅人，你做得好好啊！再做一次深呼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呼，感覺身心平靜落嚟。當你準備好，慢慢活動一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轉動下你嘅眼睛，將注意力帶返嚟你所身處嘅地方，繼續去做你能做嘅事，咁就可以啦。假如你想獲得進一步嘅心靈療癒，歡迎 PM 我。祝你平安，重新得力。